是咁的，如果我個個禮拜都出旅行片，咁好快就會冇片出。為咗防範呢啲問題，同埋令我嘅蘇格蘭生活增添多啲色彩，我今日去嘅係蘇格蘭本地一日遊，目的地係 Inverness。據說嗰度有得坐船睇海豚。Inverness 都算係高地嘅範圍，喺Dundee搭火車過去需要差唔多3個鐘。我提前喺網上 book 咗坐船仔嘅團，佢有分快艇同埋慢船，覺得慢船睇海豚好似容易少少，所以我就 book 咗嗰個。嚟到Dundee火車站啦，今次要先搭到去 Perth， 再喺嗰度轉車北上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今日嘅午餐要喺火車上面解決。呢個係我今日嘅午餐，雖然有啲愧對我嘅 Asian heritage， 但真係唔想食三文治。到咗 Perth 火車站啦，雖然 Perth 本身呢個城市唔大，但係佢嘅地理位置令佢擁有巨大嘅火車站，絕大部分上 Highland 嘅火車都會經過呢度。當景色從茵茵綠草轉換成呢個連綿不絕嘅山脈之後，你就知道自己已經入咗 Highland 啦。落咗車啦，Inverness 呢個城市嘅調性同蘇格蘭好多地方都好相似，慢活，同埋都幾有人情味。時間尚早，所以嚟 Victorian Market 買杯嘢飲下先，熱朱古力好好味。行去巴士站搭車去海邊，因為第一次嚟 Inverness， 然後喺呢邊搭巴士，好似遲得滯撳鐘，過咗個站，下一個站據說要過一個 mile 先到，所以司機超好人咁喺過海怡嘅高速公路旁邊嘅路肩放低咗，然後我哋而家步行緊前往我哋嘅目的地，越嚟越可以啦，完全唔知呢度喺邊度，但 Google Map 話係啱嘅，我相信 Google Map。呢兩個咩嚟㗎？好型啊，好似雞蛋啊！絕對已經離開咗行人路嘅範圍，但我覺得我個方向係啱㗎，呢條係橋。我哋今日要去嘅就係呢個 Dolphin Spirit 嘅 boat trip。行人路咧，喂。船有上下2層，上層只有28個位，係先到先得嘅，我應該上到去。上船啦！架船開始慢慢離開港口，開出 Murray Firth 之後，佢就會去到 North Sea， 然後喺嗰度就應該會見到海豚嘅。呢個時候我哋等緊一架大船經過。我哋終於出到個 Firth 啦！
船上面有呢啲可以免費借用嘅望遠鏡。海豚除咗去躍出水面嗰一下，佢哋進食嘅時候附近都會環繞好多海鳥，因為佢哋會食海豚食剩嘅殘渣。除咗呢一隻海豚，仲有見到好多下浪花嘅拍打。到底佢係咪海豚嚟嘅呢？定係只係因應我嘅期望而產生嘅幻覺？我唔知，而佢係咪海豚亦都無從考究。有一啲幸福唔需要去求證真偽，當下你所感受到嘅快樂，只要係真嘅，咁咪夠。呢個 tour 其實唔只有海豚，有時都會見到海豹。當然，海面上面有大量嘅海鳥。船上呢，時不時會有啲講解，就會講我哋身處嘅海灣附近嘅歷史啊，附近嘅名勝啊、景點啊嗰啲。咁快呢2個鐘嘅 tour 就嚟完啦。我哋今日淨係見到一隻海豚，不過已經算係咁啦。畢竟唔係每一團都可以睇得到海豚。落咗船之後，就係時候行返市中心，準備搭火車返鄧啲啦。望住太陽逐漸西下，有種好滿足嘅感覺。而今日見到嘅海豚，又好似令我覺得自己幸運咗少少。幸福其實可以好簡單。Perth 嘅候車室有暖氣，好開心。鍾意嘅話請 subscribe、comment。